唔到乡亲啊，另外一边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行动嘛继续咧进行。国民团体甲基进党的志刚周末假日伫高雄的街路边宣导罢免的活动，所以引来过路的韩国瑜的支持者当场来呛讲无良心。目前罢免韩国瑜连署的人数超过13万人。说落来，韩国瑜要选总统，讲这个罢免的行动嘛继续来进行。 没有凭良心啊！没有凭良心啊！良心摸一摸啊！这个负责人一直话讲无良心，和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志刚真硬要。我要把它撕掉了，我不会签名了。你们真的是没有良心啊！我很理性跟你们讲，他哪里做错了？这个查甫人嘛是大声问志刚，讲市长到底都会做唔对？我想要罢免，我叫他们签嘛，就这么简单啊！你不要罢免，你也不用这样啊。 罢韩的行动拄到韩国瑜的支持者表达不满的情绪，国民团体只能尊重，理性自治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。支持韩国瑜的人一直无欢喜，因为这个连锁行动热烈的进行，即马已经到13万份啦。相信在今天中午过后，国民党他公布之后呢，我相信在联署的部分份数一定会在持续的 倍数增加。台南市韩友会有几百人透早就开始庆功，庆祝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。现场佫准备2020罐的韩国瑜的党选水，佮各种的美食小食，拢总是食免惊的。全台各地奥运会即马开始震动，要好好团结支持者，无希望讲输乎罢韩的势力。